因为你也是这般出身，你也被欺负过，所以你拼了命想要摆脱这段过去。就凭你那点道行，还想看透我？哼哼哼！蓉儿，蓉儿。 白锦鲤，师父，是我师父救你。白锦鲤，黑锦鲤将紊乱纲常，这世间只有白锦鲤能制衡黑锦鲤。 想不到我远在纵横一生，最后竟然死在了师父的针眼之下。元贼，你这一生横征暴敛，贪了这么多，最后死在自己最爱的财宝之中，你枉活这一辈子。我从一个白丁到宰相，满朝文武称颂，我没有白活，倒是你们两个可惜了。郡王，你得不到解药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都不是解了吗？老贼！将军，这些是最后一批了，全部押下去，秦良留下。是。秦良留下，其他人带回去。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！败军之将，要杀要剐，别客气。秦良，你和元贼把我家姑娘骗到哪儿去了？王八蛋！请小琴，主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元宰已经死了。秦良，我问你，清流服下的解药是假的吗？解药不是假的，那为何毒还没有解啊？因为解药一共有2颗，他只吃了1颗，刚刚服下的时候略有好转，现在毒性又复发了。那另一颗解药在哪儿？在袁相身上。你在老贼身上搜？没有。放心吧，长安那么多大夫，不怕毒解不了。